咱之前讲的付出的黄伟哥，今日吼，黄伟哥甲咱邀请咱来做一日教父，甲上帝讲服务，真正袂歹。感谢恁的服务。甲上帝讲服务吼，是咱的福气。黄伟哥今日要甲恁请教一下，今日咱的之前讲献称上帝，咱会来甲遮，这算是会休嘛？咱哪有这活动开始？这活动开始是50多年前，咱台中的食品局，底下讲降低意见，咱来找这间庙，讲要来遮交流，这老辈就坐车来遮找，尾后找着了，敢看是这间啊，尾后讲是，咱就来拍落，甲因接触讲好，咱就开始来遮进香，逐年拢有来。因若有去挂香的时候，拢有去咱遐，咱就是纯粹交流。互相交流。对，伊这是山区古迹啦，台湾全省哦，都干那这底下讲较少年，因为伊无喙鬚的啦。哦，真的哦。嘿啊，你我看，无爱呢。咱你看底下讲是拢有喙鬚嘛，伊这雕的就是无喙鬚的。今仔日咱就2月来遮，就是咱8月迄当阵多水风台，所以咱就延期，看今仔日才来。所以正常时间，拢8月、2月的时阵，大部分咱出门拢是南部啦，所以咱若出门拢是，拢底下讲几点出门的。哦，毋是讲上帝也讲生迄天。底下讲说出门拢去嘉义门咱玉鱼宫，几啊分灵来。哦，我了解。谢谢你们，所以谢谢。谢谢。